你聽過生酮飲食未？好多人話佢係減肥神藥，輕鬆消脂，仲可以改善精神狀態。但呢個奇蹟餐單真係得咁簡單？背後嘅科學真相又係點？今日我哋就深潛生物化學，揭開生酮飲食嘅真面目。簡單嚟講，生酮飲食就係極低碳水、適量蛋白質、超高脂肪嘅飲食模式，目的係逼身體進入一個叫做酮症嘅狀態。平時我哋身體主要燒碳水化合物做能量，但當碳水少到一個點，身體就會逼住轉燒脂肪。肝臟會將脂肪轉化成酮體，呢啲酮體就會變成我哋嘅主要燃料，包括個腦都用佢。呢個就係點解你會話自己燃燒脂肪嘅關鍵。的確，生酮飲食初期減重效果好明顯，因為身體會排走多餘水分，仲有抑制食慾嘅作用。有啲研究仲發現，佢對癲癇症甚至有啲神經退化性疾病都有潛在幫助。但係長期食生酮又會點？初期可能會有生酮流感、頭痛、疲勞、噁心。營養唔均衡都係個問題，因為好多蔬菜水果都被限制。最令人擔心嘅係長期對腎臟、心血管嘅影響，目前科學界仲未有定論。佢係咪真係適合所有人？呢個問題真係值得深思。生酮飲食的確有佢嘅獨特之處同潛在效益，但佢絕非萬能。喺考慮嘗試之前，最好諮詢專業人士意見，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，